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7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加333例本土病例，台北市158例，新北市148例。指挥中心讲团假释是上当罚300万。台北市跟新北市早起10点半宣布，高中职以下学生有安亲班、补习班5月28之前停课。传出上北市为着病，民众叫无救护车，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确实无法度，让确诊者拢有病床。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2例境外病例，333例本土病例，年纪是对5岁到90外岁拢有。其中台北市有158例，新北市有148例哦。另外，若是传播无正确假信息，嘛相当会使罚300万，判3档哦。5月19开始，嘛要开始禁止外国人入境加转机。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有新增335例COVID-19 的确诊，333例是本土，那2例是境外移入。333例的本土案例，189例是女性，144例是男性。那男性介于未满5岁到90几岁。发病日到采检日介于5月5日到5月16日。居住的县市分别为台北市158例，那以万华区89例为最多，那其次为新北市的148例，那以板桥区41例为最多，桃园市10例，基隆市6例，彰化县5例，宜兰及台中市各2例，新竹县及毛利县各1例。有关相关的假讯息请勿转传那整体它是有刑责那也有我们的罚款罚款最高可以到300万，那或者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5月19日起5月19日0时起，那暂缓为持有我国居留证之非本国籍人士入境，及暂停旅客来台转机。台北市甲新北市伫早起10点半嘛，同齐宣布讲，高中职以下学生有安亲班、补习班甲公私立幼儿园，对明仔载开始停课，停到5月28。我们从自己快筛站的数字，还有我们自己临床上的观察我们非常清楚，在疫情还在升高，所以为了要让家长有时间准备，你知道宣布是这样，从明天开始台北市全境那个高中以下包括高中、国中小学、幼稚园、安亲班、补习班，还有托婴，你知道不管是公托、私托的这种比较群聚的全部都停班，你知道那先停2个礼拜，到5月28号。那之后的话我想。因为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疫情的进展随时再跟大家宣布新的政策。但是在家里仍然需要防疫的做法，对，希望不要因为不要上课而束手无策。至于我们的所有的教学准备都是多元性的，除了我刚刚说的远距教学、线上自主学习、书本自主学习以外，也有教育的可以来给大家学习，甚至我会透过第4台的公益的方式，让孩子呢可以透过第4台。这里面。台北市长郭文地嘛表示讲，今仔提前宣布是希望家长会使先做准备。另外，针对台北市的快筛站幕来看，大约有10%的阳性。郭文地是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目前病毒的传政策就要随时来修正。再来看新北市的阿东病院传出有烧话的病例，病院早起的声明是表示讲，找10号急诊室有收一个住伫新北市的病人，伊12开始发烧，13问家属才讲出这个病人捌出入艋舺的地管，14就验到病毒，嘛随扩大采检发现有7个人患着病。除了管制病房进出以外，同时也做好分超分流的收治。对有接触的医务人员，就快速的去做采检，而且扩大框列采检人数。那目前整个采检都是阴性，而且院内已经全面消毒。在过去连续这几天，
我们发现他同病室、隔壁病室，甚至在急诊处的隔壁病床，最后在不同病室的患者，他有阳性确诊的反应。不过这是滚动式的数据，有最后3个是我们昨天才确认，甚至有2个是在2次1采阳、1采阴、2采阳的情况之下确认。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院内的传播链。到目前为止，这个所谓的院内的传播链总共是7位患者，没有院内员工的感染。阿东病医表示，目前7个胃着病个案，有5个是病人，一个是看护，一个是家属。医护人员目前拢是阴性的，嘛已经启动居家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阿东病嘛减少门诊的量，无要阁收新的住院的病人，急诊是照常来处理急重症的病人哦。另外，新北市政府嘛证实讲，有一个市政府员工嘛胃着病。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哦，这个员工并无伫市政府内底办公。再来看本土病例增加，有专家是真烦恼讲，除了华航、农富德、甲网家地管哦，可能阁有第3个感染源。也毋过嘛，专家是认为讲，即马爱想办法来减少灾情才是重点哦。赶紧甲确诊者有接触的人扣起来隔离，嘛呼吁病院哦收病人，只要有怀疑，就要马上来采检，才袂造成病院内底感染。国内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续咧滚价，礼拜16个新增加206例本土病例，其中有一个上早发病的日期是伫4月初6，比网家均资指标搁按5月初2发病要搁较早。有专家怀疑讲，这代表除了华航乐富特饭店、网家地馆以外，社区还阁有第3条传播链。有专家认为讲，新冠病毒发病，甲一般呼吸道的症状是真相像，为基因序列来看，要是甲境外移入的感染较有关联。目前所看到的基因序列去分析的话，我们现在社区感染的病毒都是跟其中一位医师的病毒序列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到目前的基因检测看起来，这个很多的传染链都是跟境外移入是有关系的。李炳英表示，新冠病毒发病了后的14天，已经差不多无传染力，而且相关的感染源已经无当查。现阶段要甲确诊个案的接触者扣列甲隔离，想办法减少灾害才是重点。接落来，若是网家地区，要是无法度减少新增加的病例，建议中央应该要针对网家地区采取更较严格的措施，亲像是封区。万华如果说有这个不断的有确定病例出现，而且经过1个礼拜左右，它还没有办法有疫情消弭的做法的现象的话，说不定要考虑比较更严格的一个防疫政策。专家建议，目前几个所在爆出疫情，重点的区域恐惊唔那是网家尔。呼吁中央伫全国设采检站，互民众若有疑虑，就会当做采检。另外，病院若收治新的患者，若有疑虑，就要做采检，避免患者甲病毒带入去病院内底，造成院内感染。记者综合报道。咱帮观众朋友整理目前全台湾各地胃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本土病例是新增加333例，其中台北市上济有158例哦，网家就占89例上济。新北市有148例哦，板桥上济有41例哦，桃园嘛有10例，基隆市有6例，彰化县有5例，台中市阁有宜兰哦有2例，新竹县佮苗栗县嘛拢有1例。目前台湾计共是217例，境外有1081例，本土病例是有838例哦。要提醒观众朋友出门，就一定要挂嘴掩，家己的防疫做好，保护家己，嘛是保护别人。咱再来看新北市的本土病例是一直增加，有确诊者打电话说叫无救护车。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是表示讲，目前疫情真严重哦，真正无法度让每一个胃着病人拢有病床，嘛已经要求各病院增加专接病房。台北院长嘛表示讲，各病院嘛已经先暂停一般的手术，甲住院来营运咯。本土疫情汹汹侵关，有机关接到民众求救，讲太太确诊，打电话叫救护车，煞等2天，依然等无到救护车。医院质疑上班病房能量是毋是已经被砍得哩？台北市医疗工会指出，真侪毋是紧急病房已经关起来，调度病房人力支援急诊。昨天同时大概有10几例都在等待病房当中，这个会让第一个病患本身，还有他的同住家人，
以及整个社区带来非常大的恐慌跟压力。那现在很多病房开始逐步关闭，然后有一些医院要启动为全院的都专责来做肺炎病患的收治。卫福部处长邵宗良17指出，台北区负压病房只剩51床，指挥中心呼吁轻症的人先踮在厝内底等待通知。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承认，即马疫情非常严重。那照连日来超过100例个案，确实无办法让每一个确诊个案拢安排到病床，已经要求病院继续增加专责病房。事实上，在很短时间内要控制那么多病床，的确是有困难，并没有办法说每一个确诊个案都安排到医院，暂时留在家里，也是现在目前中央的一个指引配合整个指挥中心的指示是对于这些非紧急需要的住院手术都已经全部暂停。我们都希望民众对于非紧急的就医包括门诊、一般普通的检查验等等，都能够暂缓来医院。目前医务器官部主任李伟强是表示，目前各病院已经在降载当中暂停非紧急住院的手术，医院需要时间扩充医疗量能。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新北市政府公布讲，公务人员5月28之前上班的时间会使春休也毋过有真侪市政府员工一早8、9点就排队打卡要上班。财政部嘛已经宣布讲28之前，全台湾的国税局无要提供民众来柜台报税服务。财政部是呼吁讲，民众会使透过手机、网络来报税。台北市政府每天有12000人咧出入，因为双北提升疫情的警戒到第3级，市府严格管制人员的出入。员工即马若要入去市府，就要先检查员工证。一般的民众若要办公，嘛要落实骑名制。双北地区公务人员是启动单程上班，为17到28，单程上班是为早起7点半到10点，也若下班时间是调整做下晡4点半到暗时7点。即马疫情野悬，市府的员工讲，办公室的气氛是无介好。紧张是好的大家也是应该要紧张对，如果不紧张，大家还是嘻嘻哈哈的话，我觉得其实也是蛮恐怖的，就保护自己，保护别人。有风声讲，台北市府社会局出勤的系统无配合修改做单程上班，有员工投诉讲，因去互指示按照正常的时间来上下班，因为社会局是赶紧出来驳回。不管是大家在什么时候刷卡，只要他刷的时间是10点以前，其实我们之后都可以再设定。所以这个倒没有影响。除了推出单程上下班，台北市府嘛有1/3的人力实施居家办公。另外5月份报税受到疫情的冲击，财政部宣布，全台湾国税局到28取消去现场报税服务。有民众无注意到公告，透早要去报税，才发现无开放。都没办法报税嘛，现场报税。对。我刚刚来，然后他们说要月底回来，避免有民众到国税局因为洽公而导致相关的一个疑虑，所以我们全国的各国税局从5月17号开始到5月28号都暂停临柜收件、临柜报税服务。台北国税局表示，总共差不多有160个人实施分所在办公，这个期间未接触到一般的民众。国税局嘛对外呼吁。今年申报是延长到6月30，民众会当透过手机用网络来报税，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双北市防疫升到第3级头一个上班日咯，代替伫双北市7个较大的车头实施人流管控，也毋过应该是有一寡公司已经启动伫厝内办公甲企业分流，所以今仔车头人拢无介济。规定，本期对号列车取消站票。持定期票、悠游卡及一卡通等电子票证的旅客，请搭乘区间车或区间快。台铁站内一直公布，因应疫情，宣布禁止使用电子票证坐对号列车，确实落实对号车禁骑票。实际去哩自强号列车，确实无旅客用起来，车收也真空。8月是第一个双北防疫升级3级的上班日，台铁伫双北过去7大人济国客车站。加强指引分流，让旅客未客伫入口还是柜台。人流的管制，那今天开始也都有在早上7点多有加开通勤列车来因应，整个那个避免有旅客在乘坐车厢过度拥挤的状况。台铁统计8日全台旅运人次大约20万，比平常64万人次旅客大降低。8月上班日，
通勤车站的人也比过去较减，可能是受到企业伫厝上班加启动分流上班影响，真侪通勤的人也主动避开尖峰时间，避免人客人。现在几乎没人，对啊，所以感觉很明显，马上人就不见。对。反正我就趁人少的时候才来搭火车，对。所以如果人太多，你就不太敢搭，对。台铁表示，对于分流措施会先优先款待旅客，若可能袂听，会以违反团体病防治法函送卫生机关裁罚。台铁统计，拜二全台就发生2件无挂喙暗过款待唔听的案例，第一时间拢请铁警协助，依法函送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这波病毒拖到真凶，新北市的高中以下学校已经决定要停课。高雄市政府本地嘛是决定讲，高3、国3的学生啊，只要家长同意就会使请假哦。也毋过后来市政府决定要放令，高中以下只要家长同意，拢会使请假，嘛袂留做记录。学校嘛爱安排补课，还是线上的课程。小港国中为着落实防疫，保持社交距离，规间学校干那高一个出入口，排队的卡路也为校门口游荡到这达出入口。学生入去学校进前，爱先用红外线磅体温，入去教室该磅一届头壳遐的温度。老师也都爱逐工磅体温汇报。那市府也决定要扩大请假停课的范围，本来因准国中3年到高中3年学生通请假，即马扩大到高中以下的学生，若是家长同意，拢会当请假。高中以下的各级学校的学生，疫情的关系，要做请假的话，那就是可以针对他们个别的需求来跟学校提出申请，那并且要先经过家长的同意。教育局表示，请假学生无立即出缺失记录，甚至也采用多元方式处理，也要求各校爱模拟有个案停课、班级停课时阵安怎线顶教学。对学生请假，校方的态度开放，不过也认为家长若无法度确定囡仔会当自主管理，或者是无法度请假，也是会当来学校。如果孩子可以不乱跑的大前提之下，我们欢迎这样的政策啦，哈。那如果说家里面没有人可以管控，也没有把握孩子是不是确实不乱跑的话，那到学校来，我们管理比较好一点啦。教育局表示，目前无规定学生请假的日数甲日期，会看疫情的状况随时做调整。若请假形式会由学校甲家长讨论了后才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早起宣布停课之前，其实有真侪家长烦恼疫情的拖，早就先帮囡仔请假咯。教育团体嘛呼吁讲，就算是停课，利用线上来上课，嘛要求学生啊唔通拍走哦。囡仔嘛先莫去补习班，还是安亲班。家囡仔物件对学校早转去厝的，家长离开学校进前嘛有消毒。原本应该是学生上课的时间，即马煞干那剩几个老师和校务人员咧出入。这是台北市疫情当日的龙山国小，因为疫情升温，17开始停课。囡仔虽然会当送到学校，不过差不多家长拢无安尼做。毕竟在我们万华地区来讲，有很多几乎都是所谓的隔代或者是怎么样的在教育，那很多家长也都很辛苦的在上班。那忽然间要请假，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存在。学生家长把小朋友送到学校的比例是不高的啦，因为大家毕竟还是会希望小朋友在家里。国语师校、南门国小、东门国小、师大附小、额满学校，而且他跨区就读的情况比例算很高，所以我们希望教育局也可以针对这4间学校来做进一步的考量。台北市伫个17有5间国小停课，不过抑阁是有真侪家长烦恼疫情，希望会当分跨停课的范围。也若高中职和国中1、2年啊照常上课，3年啊该采取远距教学。也阁有高3的学生赶紧搭教室的物件款的早转去厝的，甚至也阁有家长望讲会当全面采取远距教学，而且已经替囡仔来请假。高中职这个学程，因为学生来源比较复杂性，它很多都是跨县市，而且是跨区域的。那这么多学生聚集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其实它相对的风险是更高的。很多家长，包含我自己也是，我们小朋友今天都是请假的。教了太多的话，其实对于那些请假没有来上课的孩子，也相对也是不太公平的。教育团体认为讲，即马毋是预防期，是疫情的控制期，就要全面停课，改采远距教学，而且要有家长请防疫假，才会当避免疫情来摊开。甚至课程的交接问题，除了远距教学以外，还都当考虑伫个休热的时，还是讲其他的时间来做操测，一切以健康安全上界重要。记者综合报道。
虽然新北市规定讲出入大楼、餐厅、各有商店拢爱实名制，也毋过嘛是会有民众故意黑白写，嘛有可能会漏假的资料哦。其实即马有一寡 QR code 会使使用，省真侪麻烦，嘛会使来减少接触的风险，咱做伙来了解。麦当劳各店门市头前不只有专门的人负责消毒、防体温，也佫要求进出消费者一定要写好资料，彻底落实实名制。上面蓝色网址帮我点选进去，填姓名和电话。民众用现场用手写资料，使用过圆珠笔也马上喷酒精消毒。无想要用手写直接网的人，也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填写资料。路边摊我有看过要实名制，现在可能就要先习惯一下，毕竟就是有这种需要。麦当劳大广告强调，伊早起10点半背后，促销店内食物件只有外炸，也就是外送服务，一直到5月28。另外，香北地区星巴克也配合防疫3级警戒，差不多209间的门市一店爱配合扫描 QR code 订阅。专门禁止内底食物件，不过部分民众认为只有 QR code 无手册，对年岁较大的民众是无优先的。可能不知道怎么操作之类的，说有人填假资料。另外，香北4大超商门市也启动实名制，手机扫描进出爱写句子，不过民众认为应该系统整合，尤其同一个品牌，每进出同一间店都要定下一摆，过程伤过麻烦。比如说他在7用过，可能在不同门市去点选就可以了嘛，要不然你每次都要重新再选一次啊。目前台北市政府有一套台北通 App 进入台北市各大百货公司、量贩超市，只要显示随行买团真紧通关。另外，高雄也建立一套 QR code 实名制系统。不过，目前行政院开会会以手机号码做基础，整合一套全国系统，应有效降低假资料记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县有3个民众去饭店食喜酒，后来嘛验出胃着病哦。中华县政府嘛考出1300名的接触者，另外佫有2个确诊者是中泰国中的学生，目前学校嘛已经停课。台中市伫昨半暝嘛先增加一个读中庆国小的确诊者哦，今仔开始学校嘛停课。台中市政府嘛针对校园佫有伊捌去过的所在消毒。饭店的员工对场所消毒到真斟酌，伫中华花坛的全国联航大饭店传出确诊个案。5月初8中昼有3名食喜酒的民众去phòng检出武汉肺炎，县政府也赶紧派人追查1300名接触者。部立中华病院17早起也派采检车去到联航大饭店对员工进行采检。担心是会啦，但还好啦，因为我们全程都有戴口罩，而且公司是定期早晚都有在消毒，所以基本上我们担心是不高啦。我们的工作人员的话，基本上有分正职跟 PT， 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固定，就是他分配在哪一个厅，他就是不会再到其他的楼层去窜跑这样。饭店表示，目前追踪员工状况，也未有人出现身体无爽快的情形。中华县卫生局表示，因为未普渡的家庭，其中有1个人确诊。5月初8捌去到联航大饭店食喜酒，这共底到10个人内面有3个人染着病，接触者伤过济，才会进行紧密体检的动员了。我们希望经过这样一个大规模，而且是由民众来配合的这个快速筛检的一个动员令，我们能够迅速的去围堵这个疫情。中华另外有增加2名确诊者是中泰国中的学生，除了进行环境消毒以外，县政府也宣布中泰国中对即马开始停课。另外，台中16暗时有1名中泰国小学生确诊，市政府也宣布全校停课到5月31日。我们是在昨天晚上10点半接获通知，那这名女童确诊，今天开始重庆国小停课一直到5月31号。那这段时间是采取线上教学。台中市环保局10月透早随到中庆国小进行大消毒，市政府也配合讲进前代理确诊者无甲东山高中的学生接触过，呼吁民众唔通惊吓，但是也是爱配合着政府的防疫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之前传出有国小学生胃着病哦，这礼拜又阁有2间学校停课。桃园一寡游乐园嘛决定要配合政府的管制政策，伫5月28之前停止营业。礼拜一上课日，学校校门关起来，环保局伫校内大消毒，因为防疫考虑，桃园市一间国中、一间国小5月17到5月30有封城停课，课辅班、早起班一调会阁考1摆。
教育局也请学校做好线顶教学工作，让学生的学习无受影响。有涉及的这个同班的师生，那昨天晚上已经开始进行这个裁剪的这个作业。那我们希望能够这个确保学校的安全，所以2校已经在今天进行停课了。市长郑文灿表示，针对国三、高三部分，明仔载开始会免到学校上课。桃园是毋是全面停课，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根据疫情来判断。另外，桃园公布过去2天4个确诊的卡车，捌开过波多伊餐厅、雷烈家乐福、全联，坐937公车到圆山。民众希望疫调的行踪应较早公布咧。会觉得说这样太晚公布了吗？会啊，越早知道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一点预防？如果有资讯，就应该赶快那个宣布比较好。我想说奇怪，为什么要消毒？会直接觉得应该是有人来过了。老实说，如果知道这边有确诊者来过，我就会尽量不要来啊。疫情升悬，桃园市政府开防疫会议宣布，经过协调，在龙潭的小人国乐园、城堡的 X Park 水族馆，决定配合市政府管制政策，停止营业到5月28。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非洲的德国塞西尔有超过6成的人口拢注2剂的新冠疫苗咯，也毋过疫情并无缓和，等到是继续拖。目前是了解讲，因为大约有6成的民众是注中国籍疫苗，有西方的媒体嘛对中国疫苗的效果提出质疑。非洲东部的岛国塞西尔，超过6成的人口已经完全注射新冠疫苗，伫全世界是排名足头前。也毋过，这个国家疫情煞无缓和，过去1礼拜确诊人数颠倒来冲悬，13搁较创下高日1002例的新冠。目前2700外例活动病例当中，甚至有33%已经完全注射疫苗。So far, what we're seeing is that most people who are testing positive, in fact, over 2/3. Have not been vaccinated fully. Some have never been vaccinated, the majority, and a few have not had their second dose. 塞西尔用的疫苗分别是中国国药疫苗，还有阿斯特捷利康药厂研发印度血清研究所制造的 Covishield 疫苗，其中18到60岁57%的注射人口用的是国药疫苗，引起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等的西方媒体质疑讲，中国疫苗的效力是不是有限 ？But these group of people tend not to have any symptoms. They were tested because they were contacts. Or they have mild symptoms. 个别的西方媒体总是想抹黑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么他们散播针对中国的虚假信息，不是1次2次。中国外交部大力反击，发言人华春莹表示，部分的西方媒体有涉华避黑的无健康的心态，说假做无看到世话对中国疫苗的认可。伊嘛批评西方国家大量囤疫苗，说对真正足需要疫苗的国家是真当真。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印度的疫情真严重哦，这2天又搁做风台，目前是了解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印度的西部嘛可能会有土石流，当地政府嘛已经先撤离15万人。一间伫海边的厝，挡袂了强风倒去，热带气旋头套上悬的时速1点钟140公里，落大雨做水灾，造成死伤。有人和倒去的树或者是电火条地势。More than 500 trees had fallen और 500 से ज़्यादा जगहों पे यानी जो मेजर रोड ब्लॉक हुआ यानी मेजर हाउसेस डैमेज में मुझे लगता है कि 100 के आसपास मेजर हाउसेस डैमेज हुए हैं। इसके सिवाय अप्रॉक्सीमेटली 100 के आसपास माइनर हाउसेस भी डैमेज हो चुके हैं। इलेक्ट्रिकल की बड़ी डैमेज हो चुकी है। 印度气象局讲，头套伫咧阿拉伯海形成。阵风有到时速175公里，伫18早起伫咧西部的古加特拉邦登陆，当地政府按算要撤离研发第四级地区15万居民。根据西南部的加纳塔克邦灾害管理单位的统计，有73座村遭受到重大破坏，已经伫咧头套有积路线的6个邦部署2500位救援人员，准备救灾。Sea condition at present is phenomenal. That means the wave height over East Central Arabian Sea is about 14 meters. Therefore,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cause the tidal waves. 头套可能和印度伫咧对抗新冠疫情更加困难。
印度目前确诊死亡的人数抑阁正悬，封锁措施恐惊互救援工作受到阻碍，风暴也有可能破坏道路、铁路、道线路线，甚至可能会切断重要补给。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是指出，长时间工作会增加中风、心脏病等死亡的风险哦。若是因为疫情封锁伫厝内工作的期间，情况有可能会阁恶化。世卫组织甲国际劳工组织联合进行的全球研究显示，讲工时过长的趋势伫2000年到2016年的期间有增加。即甲逐礼拜工作35至40小时来相比，逐礼拜工作55小时，也是讲佫较侪人，因的心脏病甲中风的即个几率佫会加真侪。2016年开始，就有约75万人因为相关的原因来无命。受害者有72%是中年以上的查甫人，也若过长的工作时数，伊的负面影响真大，会伫真侪年了后，甚至讲伫数十年了后才会来发生。Working 55 or more hours per week increase risk of dying of ischemic heart disease by 17% after 10 years. Increase the risk of having a stroke by 35%. 报告显示，讲东南亚、西太平洋，包含中国、日本，还有澳洲在内这国家，因受到长期工作时数的影响。虽然研究的时间无包含疫情爆发了后，世卫组织嘛警告讲，超时的工作趋势有可能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晚期工作，还有这经济受到这个冲击嘛真累倒。When countries go into national lockdown, the numbers of hours work increased by about 10%, sort of massive increase in digitization of work. And digitization of work might actually make it harder to disconnect. When there's an economic crisis and there's a more competitive job market, that some people actually work more hours to compensate. 世卫组织表示讲，长时间工作会造成压力，甲效果无好。这个上限的合理工作时数，才会当来提高员工的生产力，所以就呼吁这个头家人。伫时景无好的时阵，唔当甲这个工作时间留伤长，就爱透过永续的这个工作时数，安尼才会当互劳资双方拢有利。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2003年创刊的台湾《澎哥日报》今仔出版最后的一份报纸，对明仔载开始停刊，未来以澎哥新闻网的网络媒体继续提供新闻来提供服务。今仔的台湾《澎哥日报》是以再会2字来向报纸的读者消息。2003年5月7日，《澎哥日报》开始伫台湾发行，迄当时全世界拢因为SARS疫情头毛的烧。18冬后，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滚架，《澎哥日报》即马要结束了。未来只会提供网络新闻，将报纸的记者佮工作人员最后一天上班哦，大家拢真唔甘。这份报纸收起来，嘛向顶一个媒体时代的结束。再来看台湾都市今仔早盘开街行街，盘中上侪是落500点。财政部处长早起是表示，会密切关心台股的走势，有需要随时来开临时的委员会来讨论，敢要进场来护盘。国内新冠疫情严重，连续2天增加上百例确诊者，加上政府启动湘北地区防疫警戒提悬到第3级，引起投资人的惊吓。台北股市拜一以大落272点开出，无到1分钟的时间，指数落550点，上加是15262点。目前大盘也是呈现无稳定的走势。我们的统计啊，股票从高档修正30%以上，至少有1000家。代表说已经先跌了一段，因为提升等级之后，现阶段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不应该再做杀低的动作。只要美股维持一个多头格局，我觉得台股未来的走势应该没有那么悲观。今仔日盘面，电子、金融、传统产业拢照落，台积电伫盘中落超过1%，鸿海落的幅度差不多是4%，航运股的阳明、中盈拢落超过3%。未少资金嘛因为安尼，搁一改向防疫、升级概念股来避险。疫情压悬，民众手要买物资，嘛互食品类股有所表现。网络买物件，线顶上机概念股嘛加做盘中的焦点。不过台股其实为11开始，已经连续3天落尾1500点，一直到14才无过落，有去156点。不过，即马本土疫情持续伫咧滚价，病例数一直创下新高。财政部处长黄千华表示，会观察拜一股市的表现，抑有疫情敢会转好，无排除会召开临时委员会来讨论，敢是要入场来护盘。目前来看，这几天的焦灼状况，
这个成交量都非常大，非常大，表示承接的人都还是非常踊跃。这代表就是这个我们的投资人对未来还是充满着信心的。黄千华强调讲，国内除了少数消费短期内会受到疫情的冲击，不过包括出口、生产活动、投资的动能都无明显的变化，加上台股的基本面有够强，投资人唔免想过头惊吓。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的拖，政府嘛要求民众尽量唔通出门哦，所以有真侪人拢随取消旅游的计划。也毋过，更有法国专业来体会的旅行社是表示，会甲相关业者来协调。国内旅行业者嘛，呼吁政府赶紧提供补助，无因讲哦，旅游产业特别崩盘咯。湘北疫情有关到第3级的警戒，民众为着配合防疫，侪拢取消国内旅游的活动。观光局表示，照国内旅行定型化契约的规定。目前疫情的情形，除了旅行社已经付予饭店、餐厅、甲交通等等业者的费用，其他的钱拢爱还予旅客。国内袂少旅行社拢讲会照规定来办理，而且袂收手续费。所以来买甲相关的业者来做协商，希望替消费者争取上大的权益。基本上在6月8号之前的，我们都免费取消。那如果说客人觉得说我可以延期，那没问题，我们会帮他做展延的部分。那我们这边会跟供应商去协商了。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嘛建议饭店、餐厅、甲交通等等的业者，会当来吸收这因为疫情取消所产生的费用，来降低旅客的损失，买当减少旅游的纠纷。而且建议政府会当赶紧予这业者相关的补助，帮助这受到疫情冲击国内旅游的产业。因为疫情造成的国民旅游团的这些就是损失，这不能出团的损失，能够由政府来帮忙一下，做一些专案上的补贴之外。那在整个薪资的补贴上面的政策，希望也能够从原本的4成，然后就是提高到6成。比照是基本的，那如果政府愿意提供更优惠的方案，当然我们也是乐观其成。只是说，因为做旅游业还是要靠自己，那你也不能靠政府养我们一辈子啊。其实疫情稳定过去了以后，其实观光业才会起来嘛。袂少旅游业者除了希望会当尽量降低这取消行程的旅客的损失，嘛希望政府会当甲因斗3工，伫这波疫情所受的冲击会当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疫情紧张，民众拢在抢买物资哦。昨菜市批发的价格每公斤是33块6，比前一天起3成9哦。农粮署嘛呼吁讲，国内菜所的供应是真正常，价格会起是因为大家拢在抢买。未来这几天哦，情况应该较稳定咯。菜单顶头差不多拢无叶菜类的蔬菜，顶剩茄啊、瓜啊等根茎类。除了因为礼拜一果菜市场休困，主要原因嘛是因为前一天民众抢买。现在是都没有叶菜类的，很少啊，卖光了哦。对呀、昨天是抢光了是吧？对呀、这搭市场卖少蔬果行礼拜一关门，有营业的卖蔬菜种类嘛有限，有民众讲唔免抢菜，有啥物食啥物。干嘛要抢？是哦，你很有信心哦。我很有信心的，没有的话就少吃一点，有的话多吃一点就好啦，对不对？不过便当店的业者真紧张，一直讲好佳在顶礼拜5就已经有订，只是介绍敢若是加一杯，使人挡不掉。都卖完了。那这个是我提前做生意我要用的，10块50块了。这是涨几成？2、3成有吗？1倍哦，涨1倍哦。对啊。那不是吃不消，吃不消也是很早就扫光了。顶礼拜6，指挥中心一宣布湘北疫情警戒升到第3级，连续2天民众抢菜抢物资。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统计，礼拜日蔬菜批发价比前一天起码3成9，起真明显。但农委会呼吁，蔬菜供应量绝对有够。国菜供应都很平顺、很顺畅所以我们呼吁我们消费者不要恐慌，也不要去囤积。大概那这几天应该就慢慢会平稳了啦。我们就随市场其实慢慢平稳下来就好了。国内水产品供应嘛真充足，渔业署指出，目前冷冻库存还有伫船顶的量，还有22.33万吨。这个量在国内大概可以超过6个月，而且这期间我们还随时不断的，包括远洋渔船，还有引进来的渔船，还有渔温我们这些养殖业都随时还在生产。渔业署强调供应无问题，以湘北660万人口来讲，水产品上大需求量是7500吨，目前库存是将近3万吨。记者王庆忠台北报道。
再来看中华邮政证实讲，一个总公司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着病哦，嘛宣布讲对今仔开始，上班邮差暂时袂入去大楼送批信。除了呼吁民众提批爱挂嘴暗膜，嘛上好家己诈笔来签收，减少烧坏的风险。外送员伫保温箱顶悬喷酒精，唔敢大意。即马疫情压悬，民众减少出去外口食，改叫外送。外送员规工搭搭，爱伫无共社区来来去去，甚至爱出入医疗机构，大量甲人有接触，嘛烦恼会增加去围掉的风险。提供你们外送员一些保障，或者是说让你们去采检啊、打针那个疫苗针啊之类的。一定会啊，还是会希望公司会有一些那个福利，然后自己准备。Uber Eats 公告，配合防疫的落实无接触送饭菜，强制台北地区送饭菜，敢若会当放伫门骹口，而且爱以信用卡交易，暂停付现金的订单。也若副片达嘛有提供无接触的外送，毋过有2大平台的外送员拢讲，16早起也是有接到袂少付现金的订单。Uber Eats 表示，要全部暂停现金的交易，系统切换也是爱淡薄时间。全国外送产业工会发声连讲，希望政府爱严格管制现金的订单，落实无接触的外送。也若逐工伫无共大楼送批的邮便书，共款嘛伫高风险的环境当中，送批甲挂号批，要是爱亲身入去甲大楼，甚至代收包裹的汇款，原来增加甲人还有现金的接触。中华邮政嘛证实，有一个总公司的员工快速体检是阳性，敢有确诊，还佫爱进一步做采检。这个员工是内勤的人员，中华邮政总公司已经全部消毒，袂影响到各地邮局的营运。不会，它完全是内部的工作人员有接触的话，也尽量主动去接受筛检。前一天晚上他是去做快筛阳性，所以也还没确诊就是一个疑似病患啦。那现在已经送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中华邮政公司宣布，为17开始，湘北地区暂停入去大楼送批，还有包裹，嘛要请收批的人来挂嘴暗，还有家己准备签收用的笔，减少直接的接触，甲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新北市是第3级的警戒哦。新北市政府稽查就发现讲，有餐厅保证甲人隔开的房仔嘛无梅花节。泸州有一间死体牛排馆哦，就因为这番佮无改善，罚款15000块。5月28之前，佮爱暂停营业。这嘛是新北市头一间被处罚的餐厅。铁门半开无营业，死体牛排泸州这间店是新北市餐厅无配合防疫，互人开发的第一例。10月开始，新北警戒提升到第3级，警发局加强稽查各大卖场、内容区甲餐厅，结果发现死体牛排无装架板，各用梅花做这防疫措施，而且复查了后依然无改善，罚15000，各命令停业到5月28。泸州的西体餐厅发现没有办法落实，所以我们有请他即刻改善，不管是增加隔板或者是改采外带。但是我们在昨天再去到现场，发现并没有落实改善。死体牛排无愿意对外加做说明。另外，正好这寿喜烧果府邦桥府中店，同款被稽查无符合防疫规定。不过，警发局表示，店内是2个人共用的方式，防疫有难度，所以业者已经决定自主停业到5月28。业主就表示，因为它是火锅店的性质，所以而且是有2人共锅的一个形式，所以比较难以所谓的梅花座跟隔板的方式来做处理。那他当场5月15号的时候就表示说，他准备要停业。警发局表示，查核会配合警戒继续到5月28。新北市餐饮场所拢爱遵守10连制。社交距离，各用架板甲梅花座这个防疫措施，无法度落实爱用外闸，确实违反规定，而且负责改善的人，会以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以上15000块以下罚款，搁停业到5月28。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市政府今仔开始，南北2个行政中心嘛开始管制，出入拢爱实名制，一般的民众嘛袂使入去市府大楼。目前是台南市议会总质询的时间哦，今仔嘛宣布讲要延期，5月28以后看疫情的发展，再过来讨论。民众去台南市政府办公，甲英国无共款，即马各局厝伫室外拢有设一个服务柜台，会当替民众来服务。国内疫情压悬。台南市政府已经开始替进入第3级做防疫相关的准备，为着防止府内感染，所以把永华、民治2个行政中心拢刷去户外。在室内
就比较密闭啊，对啊密闭相对的也是比较不好啦。即马台北甲新北进入第3级的警戒，有不少民众可能会落难。台南市府嘛按算伫后礼拜设置30大的台检站，要针对高风险族群来做快速台检，希望会当阻挡疫情拖到下降去。另外，台南市议会当伫总质询的期间，17嘛正式宣布会延期到28，稍来再看疫情变化的情形来决定。我们还是要把快筛站再增加，那而且增加的数量可能会至少增加30个以上，那这是未雨绸缪，预先做准备。如果依照台北的标准，一天大概要筛个几百个没问题嘛，30个的话，一天大概筛个5000个没问题啊。因若议会停会期间，市情敢会受到影响？吴依特表示，议会延期的期间，若发生紧急的代志，议会也是会开会。可比警戒若进入封城的阶段，相关的预算或者是中央防疫纾困预算，需要议会随处理，会请求议会复会，市情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县政府嘛宣布禁止公务人员去外县市出差办公哦，随时准备稍微分流办公。目前嘛已经设4个体检站，民众会使自费来体检，费用是2500块。虽然花莲正伫准3级防疫，抑过目前县府还未宣布对着中央的新上班政策，抑过公务人员拢已经做好准备。校校部分目前还未停止上班上课，抑过已经考完试的国3生是交予家长评估。公务员外地开会交流全部停止。那另外在学生的部分，国3的部分，我们今天已经启动了咨询家长的意愿。不过，外界上关心的是，限制营业的行业到底有倒一寡？目前除了相关休闲娱乐场所暂时关掉，今嘛连餐饮业也有所限制，有的业者规期休困。餐饮业呢，除了以外带为主之外，那如果要在里面用餐，一定要做到这个10连制。看到这个疫情，现在大家都不敢出门了，现在餐饮都几乎可能都生意都掉光了。出外花莲目前有4间便宜快泰站，计销一班爱2500，药标是已经停止公费药标和民间注射。现在的样本只能提供医护团队来使用，尤其是因为 AZ 疫苗打2剂，所以第1剂已经打了，5月17号是打第2剂。花莲虽然也无个案发生，不过大家拢心惊吓，未少企业拢咧观望，表示会随着公家机关的调动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疫情，屏东市就有社区甲科技业者合作，试用一种会使防体温的手环甲手机的软体哦，随时会使来关心居家隔离者的健康。最近嘛拍算讲要甲这种手环提供给社区一个人大的老大人来使用，那么做伙来看卖。有感觉式眼目色水，只要配合居家检疫管理的手机软体，就当随时防着体温的关机。这是屏东市新兴里和科技业者所开发的温度手环，会当避免民众检疫无老实、逃走出门的风险。因为如果今天他真的发烧，那如果他没有说实话，那其实我们也不会知道。那他今天只要一戴，那我就可以及时的知道说，他目前的体温的状况是多少。如果今天手环只要不戴超过1分钟，那我这边手机就马上会提醒，然后我就可以再拨打电话去关心说，是手环有问题吗？还是你人怎么了？李长表示，配合温度手环和手机软体，虽然是为了疫情期间，通好方便管制民众隔离的行踪，最后目的也是希望会当扩大到给庄内独居老人使用。透过网络来即时了解因的身体状况。以后未来这些长者如果都有戴手环的话，其实我们光去做量体温这个动作，其实就可以省了蛮多的。那我们可以做远距的监测，所以我们有一个专属的一个 app， 也有搭上我们这个求救钮。只要当我们不舒服，我们只要触发这个求救钮，它靠手机，它可以去做及时的定位。现时这套温度手环经过改良，佮通连接通报社区的照护员，若长辈万不利发生意外，会当随时起求助警报，手机马上定位，会当缩短救援的时间。即马业者嘛决定要捐1摆温度手环给社区，期待后在整的时代会当受到更较好的照顾。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婚林卖料有一个种西瓜的农民，伊的西瓜拢无全农药。伊讲哦，因为卖料挖海，寒人真寒，这个西瓜是真歹照顾，所以产量嘛是无介济。也毋过哦，伊对家己种的西瓜是真有信心哦，讲卖甜会使摕来摕钱。食西瓜的季节又搁到啊！一粒一粒甜过巴水的西瓜，伫咧热天食一喙透清凉。农民可理清使用无毒的种植方式，西瓜毋但好食，搁当囡仔挂保证。我一日拢卖3、4千斤呢。因为种的是来是讲，这西瓜若有问题，就是咱的啊。咱家己承认讲咱的啊，你卖这一日你会使摕来换，歹食你会使换啊。我西瓜就是买啊，我就是拢无蛇虫药啊。西瓜是热天的作物，过年的时阵开始种植，卖了因为我海边，冬天是足寒，照顾起来是足高工。我都看不织布啊，杂罐的啊，就是咱咧种的就是爱要求西瓜，爱要求会甜会好食啦，无甜无是后尾甲人买。就你有食过，就是好有甜有好食，你再过来买就对。柯理清讲，虽然伊的西瓜介绍比别人较俗，但是因为爱分享的个性，还是坚持正好的品质，互大家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将事件买规克仔的七条米仔来享受开箱的趣味哦。有统计就显示讲，这种七条米仔的市场到2024年会超过1300亿的台票。那么，测回来看卖。一个一个收藏架顶，红仔摆甲满满，这拢是这位大学生王同学的收藏。因为真喜欢古水的红仔，所以这几年常常买盒玩，或伊收藏品摆甲柜壁面。4月27号这个时间，然后我们是在王府井 APM 4层那块抽到的。中国市场研究公司前瞻资讯的统计，中国这种内面采红仔的盒玩市场，在2019年达到74亿人民币，超过台票323亿。这种盒玩的商机是来自日本的福地市场，因为唔知影红内放什么下迄种神秘感，会将这收藏家真喜欢听开进前迄种刺激的感觉。也和盒玩的商机愈来愈大，自卡片、玩具、人形红仔、机票，甚至能摕到稳型版的产品。前瞻资讯认为，盒玩市场到2024年有可能发展到300亿人民币，换算台票1300万亿。我觉得盲盒的话，就有更多玩的趣味在里面，就摇一摇啊，然后摸一摸盒呀，那有的时候能感受出来里面是什么。这种盒玩也发展出二手市场，罕有珍品的盒玩的介绍，会当卖到也袂超过红的原本的介绍几60倍。也和中国地方政府机构，亲像是河南省的官方博物馆，也开始卖以考古为主的盒玩。商品伫咧网络公布了，就随卖了了。不过，这种盒玩的商机这么大，也引起批评。中国官方媒体就摆伫咧今年初，将盒玩甲半价做分析。认为这种趋势可能和一寡特定族群算甲调和，希望政府应该对盒玩商机做更加侪监管，也批评相关业者的商品可能会造成消费者增加无需要的支出，甚至有伫咧炒二手市场的嫌疑。公司新闻陈思东报道。来看法国一间的生产红酒的公司，在2019年甲12罐的红酒送去太空，想要来了解红酒在太空的环境会有甚物款的变化。经过438天的太空旅行，今年10月份，这红酒送转来地球啊，其中的一罐要拍卖哦，市场是预估可能会卖到台票2800万。法国有名的葡萄酒重镇普利多市进前举行一场品酒会，12名的红酒专家敕啉2支来自有名的酒庄产的红酒。也毋过特别的是，其中有一支是经由宇宙力量所实成的太空红酒。The one that had remained on Earth for me was still a little bit more closed, a bit more tannic, a bit younger, and the one that had been up into space, the tannins had softened, the more floral aromatics came out. 经过专业的品酒，增加一直认同太空红酒的色地气味，也有口感，明显伫甲地球上红酒拢无共款。而太空红酒的计划发想，其实是欧洲新创太空核武无限公司，想要了解在无动力的环境之下，是毋是影响到红酒的风味。有时甲12支红酒送往太空，经过438天的国际太空站之旅，有时在今年1月初来到地球。La réalité, c'est qu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affecte toute l'agriculture et affecte la vigne de manière particulièrement sensible. Donc on se pose des questions sur l'avenir de la vigne, l'avenir de la viticulture.
研究另外也对太空所造出来2种无同品种的葡萄球栽来进行研究。就算太空内底光甲水真有限，全部都有生存落来，生长速度甚至比地球上的葡萄也较紧。为了着下一阶段研究的经费，欧洲新创公司最近决定，甲其中一支红酒在加速地来进行拍卖。拍卖行估计至少会使以100万块美金，大约是代表2800万块以上价值卖出去。公司新闻王撇文编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